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嘉樂叔叔。你哋有冇聽過花地瑪呢個地方呢？今日我要講嘅兩位聖人就係嚟自嗰個地方。佢哋生前係小牧羊人，同其他小朋友一樣，成日中意周圍玩。但係佢哋經歷咗一啲好特別嘅事，令到佢哋嘅生命完全改變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哋嘅故事啦。喺葡萄牙一個離花地瑪唔算太遠、好寧靜嘅細村莊入面，住咗兩位小牧羊人。佢哋就係方濟各同雅先達。佢哋年紀細細，生活簡簡單單，平時會喺屋企幫下手，幫爸爸媽媽睇住啲羊仔。佢哋冇乜點讀書，更多係簡單嘅祈禱，參加主日彌撒，同喺日常生活入面慢慢學習信仰。喺1916年嘅某一日，佢哋睇緊羊嘅時候，收到一份好特別嘅禮物，就係和平天使嚟咗佢哋身邊。之後，除咗8月之外，由1917年嘅5月到10月，每個月嘅13號，聖母瑪利亞都會向佢哋顯現。聖母唔係叫佢哋出名，而係叫佢哋做一個願意祈禱同補贖嘅忠誠小朋友。方濟各係一個好安靜嘅小朋友，其他人講嘢嗰陣，佢會靜靜地咁聆聽。顯現之後，佢將呢份安靜變成祈禱。佢成日拆啲靜靜地嘅地方，自己一個坐喺度祈禱。佢心入面覺得天主因為世上嘅罪而好傷心，所以佢想用祈禱同犧牲去安慰耶穌。雅先達相反就好唔同，佢好坦率，好有活力，亦都好願意將自己交俾天主。佢所聽到同見到嘅一切，都令到佢變得更穩重、更專心。佢好愛聖母，但同時亦感受到一件好震撼嘅事。喺一次顯現入面，佢深深體會到罪嘅嚴重性，亦知道地獄嘅真實性同可怕性。但呢啲都冇令到佢絕望，反而令佢更加勇敢。無論要付出咩代價，佢都好渴望透過補贖去拯救靈魂。之後喺佢哋身上發生咗一件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嘅事。當佢哋病得好重，要長期瞓喺床嘅時候，聖母竟然嚟到佢哋屋企探佢哋。雅先達後來講翻嗰日嘅事，聖母嚟咗探佢，仲話好快就會帶方濟各上天堂。之後，聖母問咗雅先達一個直入心嘅問題，佢仲願唔願意繼續為罪人悔改而付出？雅先達好堅定咁答：我願意。方濟各臨終嗰陣，雅先達對佢講咗一番好勇敢又好有童真嘅說話。佢叫方濟各將佢嘅祝福帶俾主耶穌同聖母，仲叫佢同佢哋講，為咗罪人悔改，雅先達願意承受所有痛苦。方濟各喺1918年秋天病重，最後喺1919年4月4日喺家人陪伴下平安離世。雅先達亦都耐心承受病痛，將痛苦獻俾煉獄嘅靈魂，最後喺1920年2月20日回到天鄉。究竟呢兩位小牧羊人教咗我哋咩呢？佢哋教我哋，成聖唔係大人先做到，細路都可以喎。只要你係忠誠嘅小朋友，肯祈禱，肯誠實，遇到困難都唔放棄，去愛，願意
為其他人做少少嘅犧牲，你都可以成為天主嘅光。佢哋亦教我哋，當聖母引導你時，即使你嘅人生好短，都可以成為照亮別人嘅一束光。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